2月13号恢复实体上课，有一个国小的老师真暖心，买这个青色的乖乖，放伫每一个学生的桌顶，要来祝学生乖乖、平安、健康。若伫屏东同款嘛恢复到实体上课，但是到昨下晡为止，已经有65间的学校、705个班，因为有师生确诊，搁暂时停课。这家长上班上到一半，还搁临时请假出来接囡仔，来回奔波，讲有够忝头。等去学校上课头一天，桌仔顶就乖乖欢迎这囡仔，面顶还有写字，这拢是老师专门写要鼓励这囡仔。国学多文得第一。会不会觉得老师很用心？那桌仔顶教室的壁角嘛拢有放乖乖，鼓励他们复课回来都能够平安健康。嘉义市13恢复实体上课，同款恢复实体上课的屏东有不少班拄到这款情形。你们要回去了？到学校无偌久，就搁派册包啊、赶便当转去啊。是什么时候被通知说不用上课？就刚刚。接到通知，家长赶紧请假，转去学校将囡仔接转去。幸好今天是休假，不然的话就没有人载他。因为班上有人确诊，依照规定还搁改网络上课，才到学校上课1、2天尔，又搁会停课。家长还搁往回接送，讲真正是有够无方便。干脆就是线上上课，让小朋友就是安全的度过这2个礼拜到毕业就好了，没有必要说这样反反复复又回来上课2个礼拜。现在疫情真的蛮严重的，我在高雄那边比较麻烦。统计到昨下晡为止，屏东县总共有65间学校105班有师生确诊，暂停实体课程。也有学生因为同学确诊毕业典礼，袂使参加毕业证书，甲个人的物品是由家长代替领回去。部分的班级复课无偌久尔，又搁停课，这拢互家长感觉真困扰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